自2026年1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谦卑尊坦诫命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8章第19、20节。现代单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8章。今仔日我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恁着切实遵行，互恁通活，人数加添真多，入去承接上主立誓，应允要互恁列祖的地。恁嘛着为记哩上主恁的上帝，这40年带恁伫旷野行过的路，互恁谦卑，甲恁考验，要知恁有对心底遵守伊的诫命啊无？伊甲恁磨练，互恁枵餓，用恁甲恁的列祖拢毋捌的吗哪养饲恁，是要互恁知，人得活毋若瓦靠饼，是瓦靠对上主的喙所出的逐句话。这40年，恁的衫裤无破，恁的骹嘛无碰拍。恁着知，上主恁的上帝管教恁，亲像人咧管教伊的囝儿。所以，恁着遵守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行伊的道路，敬畏伊。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带恁入去迄个水的地，遐有溪，有水泉，阁有地下水对山谷甲山顶流出来。遐有出产大麦、小麦、葡萄、无花果、石榴，阁有出产橄榄油甲蜜。恁伫遐食物充足，连一项都无欠。伫遐的石头有铁，山内会当挖着铜。恁会食到饱，就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所赏赐恁富足的地学了伊。恁着谨慎，才免袂记哩上主恁的上帝无遵守我今仔日所吩咐上主的诫命、命令甲规例。恁食饱，有好的厝通徛，牛羊金银，以及恁所有拢加添真多的时，着谨慎，才免恁自个骄傲，煞袂记哩甲恁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带出来的上主恁的上帝。伊带恁经过迄个大阁通行的旷野，是干燥无水的地，遐有毒蛇、热仔虫。伊有为着恁，互水对顶的石盘流出来。伊阁伫旷野用恁的列祖毋捌的吗哪养饲恁，是要考验恁，互恁谦卑，到尾是要互恁得到福气。才免恁心内想讲，我靠家己的气力、能力得到这个产业。恁着为记哩上主恁的上帝，恁得到产业的气力是伊互恁的，是要实现伊对恁的列祖立誓设立的约，甲今仔日相款。恁若真正袂记哩上主恁的上帝，去缀别个神明，互师敬拜因，我今仔日严严甲恁警告，恁一定会灭亡。上主，互恁看到伊安怎消灭遐个民族，恁嘛会安尼灭亡，因为恁毋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。谦卑尊坦诫命。旷野漂流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磨练。伫40年的旅程中，上帝带领和眷顾因，常时施以艰难的考验，互因谦卑。上帝要知影以色列人是毋是肯遵守伊的诫命，然后因才通进入迦南地。对着水草、日记的游牧生活，
进入安定的农牧生活。以色列人对做奴隶地到旷野的操练中，学习安怎倚靠上帝面对艰难，成做独立自主的民族。因先有旷野的经验，进而承接流年甲密之地的福分。往日的艰苦磨练，成做日后的养分。辛苦经营的丰收，是上帝恩典的记号。摩西叮咛以色列人，毋通掠做是靠家己的双手和力量得到丰饶的土地，着记住是上帝赐气力互因致富的。摩西提醒以色列人，上帝安怎好款待因，信守甲因祖先所立的约，爱因切切，毋通袂记得上帝的恩惠，搁爱独独敬拜服侍伊，继续遵守甲上帝之间的约，忠于上帝的话，安尼才会当永远存活。摩西警告，假使因离弃上帝，一定被消灭。摩西早日对以色列人的叮咛，也提醒现代的基督徒：检测你拄处点性命的旷野、困境、迷惘、挫折、失落，总是这艰难的旷野，也是上帝听的训练所，是伊备办互人领受福分的功课。检测你拄在享受富裕稳妥的生活，却毋通心高气傲，掠家己做得，反倒爱谦卑倚靠上帝，伫富足中无袂记得上帝，伫顺境中持续敬拜伊。台湾除了政治纷扰以外，基本上人民拢享有民主自由、社会安全、优质医疗、经济富足、科技进步、生活利便舒适。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5年世界幸福报告，台湾还被评定是东亚上幸福的国家。基督徒上款享受到这数十年来全民努力的丰盛成果，咱也需要常常省察家己的心志，透过灵修、祈祷甲读经，保持甲上帝亲密的关系，搁照着感恩的心和行动，记得一切福分拢是来自上帝的恩典。以色列人历史的因感历历在目，人民伫世事中逐渐袂记得上帝的恩典，心高气傲，安逸会互人袂记得对上帝的敬畏甲倚靠，就落入人生危机，偏离信仰的初衷，甚至转往偶像崇拜。时常回顾上帝恩典，通增强信仰力度，谦卑遵行上帝诫命，通防止信仰偏离。伫生活中承认家己的有限，尊重别人和服侍群体，参与教会生活，关怀别人，通互人重视信仰核心，倚靠上帝，疼人亲像家己，敬虔知足。享有繁华社会的美好，心灵也爱打定伫上帝真理顶面，避免被骄傲吞噬，行伫蒙福的道路，继续领受福分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已经进入丰盛之地，享受恩福，搁用感恩甲敬畏的心持守甲上帝的关系？我是毋是已经进入丰盛之地，享受恩福，搁用感恩甲敬畏的心持守甲上帝的关系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伫丰盛中
犹原会当敬畏你，袂骄傲，无忘恩。互我伫每一日拢纪念你的恩典，一生拢敬拜你。无论是伫旷野，还是踮迦南地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